好啊，唔該。甲組足球隊康宏神喺開操，教練話削減外援名額對佢哋嘅影響唔大。劉顯輝報道。晨曦人腳冇大變動，大部分華人球員都留隊，包括羅志坤、朱兆基等等，只係加入咗流浪嘅賴家輝。外援方面會留用基奧雲尼、羅拔圖同埋卡洛斯，再加入1至2個新外援，仍然係針緊㗎。班費大約係700至800萬。足總啱啱通過削減外援名額，由註冊12人7人出場，改為註9出6。咁你見我咁多年咧，我哋外援咧都唔係咁即係用到盡嘅，我哋都係用4個至5個左右嘅啫，我哋都係就其實都對我哋冇乜影響嘅。另外，甲組嘅隊數最少會有12隊，晨曦嘅球員同埋教練都話，長遠嚟講對本地球壇係好事。當然好啦，俾多啲譬如而家好似有啲就未有班落，或者譬如多咗球隊咁多咗啲香港球員有啲可以比賽咯。晨曦連續2屆4大皆空，今年目標係挑戰南華班霸地位，攞到最少1項冠軍。外援喺今個月尾會陸續歸隊。無線電視記者劉顯輝報道。